去年佇安平展出的卡比胖拉吸引超過85萬人次觀賞，即馬主角變做小提燈，頭頂是台南無同季節水果，分別是山野、柑仔、甲柚仔。台南的提燈哦，真的是 CP 值最高的。一方面它是本土的創作，二方面台南的古都的文化底蘊哦，充分展現無遺。觀光旅遊局嘛宣布，2月27到28，將佇咧新華區虎頭埤風景區免費發送2000組，葫蘆埤以及柳營區迪灣埤攏免費發送1000組。另外，第27號大菜市也會發送2000組。同時呢，我們也會發放給許多的小朋友，以及在我們景點這個完成及的打卡啦，完成許多幾個重要的動作的好朋友哈，所以說歡迎大家一起來哦，來台南準是個 CP 值最高，不僅可以來看我們台灣國際蘭展，在2月26號就開始，那2月27號、2月8號卡比胖拉會出現在山皮、虎頭埤、德元埤跟葫蘆埤，希望透過古錐的卡比胖拉小提燈，帶動埤塘景點甲經濟活動人潮。而金華局嘛甲菜市仔、夜市仔變做壓力爆表小提燈，唔那是高壓燈，嘛會當做錢筒仔使用，結合夜市仔特色甲創意元素，佇武聖夜市做發送，馬上就互提了。3月1號將佇咧輝煌夜市仔來限量發送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